重新整理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现在呢，就是要跟大家来调整一下我们演唱的顺序。我们听到大家的心声了，先让傅凯出来那傅凯大家都很熟悉嘛，对不对？他是这个亚洲新人歌唱大赛的年度总冠军，然后呢，也是我们明日之星 Superstar 的这个100万关主的歌手，所以他有100万王子之称。还有重点是，今年他是我们的金曲歌王哇！今天呢，我真的觉得区长真的是太给力，而且太有爱了，竟然把我们金曲歌王请到现场来好，重点是12月我们傅凯还会登上哪里？小巨蛋因为疫情的延期，所以呢，傅凯呢他每一步都在挑战自己的极限。更重要是，最近演了一个什么那个歌仔戏呢？孟婆客栈，非常可爱的一个角色。话不多说，把你们的傅凯还给你们，让我们欢迎金曲歌王许傅凯。全场的尖叫声在哪里？都爱的一曲歌，这一首歌呢，我上一首，会唱的朋友一起唱吗？谢谢。会唱吗？手机的手电筒，把它打开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把手机当作你们的阳光棒。嘿，谢谢摇滚区的朋友，谢谢我的粉丝，谢谢哇！如果是我呀，所有东西行到底。小啊，情还是多变化，马赛是故乡，流浪无法错，多自错。谢谢。三日三到这，无所你行，一阵雨。是注定，唔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手纸，伊若无心来牵拖。三日三到这，无所你行，我头是阮的孤单。我对你提起心爱的疼痛，一段感情放无线。三日三到这，
是有来 ，OK。啊，你们那个抬头举高，手哦，比个爱心好不好？因为下一首歌有需要这个动作，然后来。 接下来呢，我要唱一首跟现在的天气有一点关系的歌曲。晚上呢睡觉的时候，记得要盖你就会送这首歌给大家。那刚刚呢比那个爱心，请大家跟我在全场比一次，我看一下。来，哦，不要给另外拍谁哦。来，1、2、3。啊，很好啊，老师麻烦，谢谢。 那你们这个爱心还有一句话要讲2个字，宝贝，我要1、2、3，好。这样从来让我忘，不再把往日的感觉打散，一夜的天气。 一定在那，请求告诉我你是家。如果是上帝我的安眠，把等待冲关流你的空气，不要为你就加一起，爱你的心会停止。 小小的温暖的你，就会为你化作蓝天的云的花。今日是风吹，明日阳光归来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给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你，就会日日夜夜为你的照顾。 爱你一心一在，全场一起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上面收载，请听得懂什么地方？塔寮坑吗？如果塔寮坑是你的宝贝，那我们再一次，塔寮坑是你的宝贝。 是上帝我的安眠，把等待冲关流你的空气，不要为你就加一起，爱你的心会停止。给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你，就会为你化作。
感谢。疫情呢，这段期间呢，很多的东西，很多的工作都停摆。那呢，今天非常开心，看到你们平平安安在现场听我们唱歌，真的很谢谢台湾所有的人民，我们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？做得非常好。好，那12月4号呢，就在下个月，也就是我的演唱会，在台北小巨蛋，希望大家可以来现场听我唱歌。然后呢，最近有一部戏叫《面部客栈》，希望大家会当收看一下哦。谢谢大家。接下来我要带来这一首歌呢，是我在疫情这一段期间写的歌曲，这条歌送给不管有没有在我们身边的每位朋友们。如果你现在有想念一个人，我们就用念力听着这首歌，想念着他，带来这首《无声》送给。纯粹我甲你作伴，想起就较早，你拢是坐伫车，定定在笑脸，异乡的囡仔，梦伊的声，紧等待甲你看，已经离开，离开了我。受一份感谢，放伫心肝，感谢你牵着我到遐。门口的路，吹碎。想起就较早，你拢是坐伫车，定定在笑脸，异乡的囡仔，梦伊的声，紧等来甲你看，已经离开，离开了我。请你放心，无会想要讲你听，当作一份。
的球衣送给大家，谢谢。给我们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热情的掌声好不好？他们非常的辛苦，还有给我们的主持人一个热情的掌声。一切尽是在那流。双手借我。要我在心里，只要你梦不那心里。我希望再来点尖叫声，好不好？谢谢。